台湾传统工艺有一项工法，号做是加冬立石榴。即马伫咧新竹咧，有一种工艺是立地仔壳，即马也改列做是无形文化资产。用机仔细腻，甲底仔壳切出需要的大小，随来再用机器豆豆挖到适当的厚薄，准备上地插口顶悬。无论是家具还是螺啊，都会使看出雷电师傅有落的功夫。以前人的房子就是说有钱人员外，我要跟人家家具不一样，结果呢贝就是钱的意思，好，结果呢他就把贝壳镶嵌在家具里面。用粗纸甲拄上好的底仔壳，佮磨平，师傅佮徛在边仔，耐心甲下完，安怎做作品才会更加完美？师傅讲，这个功夫了工又佮上目睭，已经无啥人愿意了。传承的问题有断层，因为现在学的都很少有年轻人，然后我们老眼睛花了，后续就是能推广的，其实力量有限。我现在还有能力的时候，我来教，我来做，没有问题。我只要有饭吃，我够吃饭就好了。传统的东西也没有了，你以后再找回来的时候，你要叫谁来教你啊？虽然讲背后的人变少，不过老师傅也是愿意继续教，就是希望雷电艺术会使传承落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